打點嘅嘅願望諗，節目天是不是吧？今天呢係第40屆記得我哋送加水舉旗聯嘅這個的，發會第40屆。到查的嘅話，打第一拖嚟啊，拖慢咗字，今日咧係前行嘅課程，經過嘅價值吸得，嘅嘅咁借住今日嘅先不錯啦，佢機會就咧，我哋首先打呢，要問候嘅國師呢，加查就特別多仁波切，那把他，俺打那先嘅，那麼看不嘅位先人那把，俺打那先嘅，是其他嘅波切以至跟住對面的。左股 你打那先 Campbell 嘅，同埋喺現場嘅三的別的就天天密碼曾總，打那上同埋就嚟自世界各地變得那麼做的打那先嘅，參加起碼嚟就祈願法會嘅法友，從羅里啊，同埋嘅這些嘅咁同埋我從事哋藏族嘅同胞，同埋嚟自於喜馬拉雅山地區打嘅點的呀，法友，同大家講如意吉祥，嘅的，一時地利。我諗天時預備嘅，我這個別的呀，當然遇到明咗啊，他的教育結束，咁從故事先不錯呢，今次咧係南方文章嘅。我哋祈願法會嘅前行，點啊？其他啲呢咁同先嘅項目，同埋啲呢啲咧，之前唔同咧，一般啲呢得南南加程仁波南文章切會俾我哋嘅，嘅灌頂當天邊啊得自己單嘅，係大日啱嘢得，經同埋如果啱大參加，毗盧遮那成佛神變族嘅灌頂。啱嘢啱嘅叫，咁關於前呢一人嘅個嘅點嘅東灌西，頂咧，意思係同或者呢個法咧，與其說咁喺係舉辦啲啱嘅，我哋金馬家舉嘅他說他確實呢，誒得啲就有教學三呢個下子，灌頂嘅，舉咁之舉辦三後咧就次嘅，有兩百開始三十息微嘅。嘅，當然是配了呀，三下嚟啊，具體細細送過下來。但係你就咁生就是具體是嘅呢，咁喺藏地，所以就咁如果查係乜生嘅熟悉，啊啲啲是查嘅四部族嘅段咧嘅係都有弘揚嘅。啲原先啦啲呢，咁而家馬家舉咧，啲呢或者係大日經或者大毗盧遮那成佛神變族咧，就係、中古時其實我們就啊、說呢，因為息微嘅關係咧，就巴勒斯坦唔嘅係嘛。好將我完整。之前都是上去軍隊呢，那的南南文章給往新西蘭，新西蘭不是因往為西北格陳波姐咧，印度的水呢啊，前天南，佢係從俺釋迦法這王咧次嘛就嗰邊他的去得到得到呢個往灌頂，個的了呀，那小部隊抓幾十倍，那同埋咧種的格陳波姐咧那種係同時間咧係圓滿咗呢一個法嘅修持。他說咁而之後接下來嘅兩日嘅灌頂咧，係提早嚟到菩提伽耶啦去修持嘅做，就非常之感恩加藤仁波切。咁所以咧過兩日咧有前行嘅灌頂同埋正行嘅灌頂部分。咁首先咧想因為呢個因緣咧，我想簡單去介紹一下呢個大毗盧遮那成佛神變族嘅介紹。咁係呢個密教嘅弘傳嘅過程咧，喺我哋夏季課程嘅時候咧，就已經有詳細去講過啦。咁今日咧就唔去細講呢個密教嘅弘揚嘅經過。咁喺關於密教嘅弘揚咧，就係喺大概7世紀到8世紀之間啦。從7世紀到8世紀咧，喺印度同埋周邊地區咧，啊、就大概咧就係密教嘅鼎盛時期啦。大約就喺呢一個時期開始。咁喺大乘佛教內部咧，逐漸咧去發展咧，有陀羅尼啦、咒術啦、觀修嘅次第啦、儀軌啦等等嘅一啲元素。咁所以咧就
呈現咗一種咧統一嘅整合嘅趨勢。咁同時間啦，喺大乘佛教咧又帶上咗咧更加濃厚嘅神秘主義色彩。咁我哋講到大乘佛教咧，一般我哋會知道有中觀同埋唯識兩大宗派啦。咁呢兩大宗派咧，又開始咧有一啲神秘嘅一啲直觀嘅修辭咧，去支持咧密教嘅實修嘅。咁呢兩個宗派咧，亦都認為咧，只有透過呢個方式咧，先至能夠達到最終嘅成就嘅目的嘅。咁所以咧，換句話講咧，如果唔去修密教嘅咧，就唔能夠去達成最終嘅目的。咁當時咧就已經有呢個咁樣嘅見解啦。咁呢一種嘅密乘嘅比較神秘嘅隱密嘅直觀或者直接嘅一個修辭咧，對於大乘佛教嚟講係不可或缺嘅一部分。咁同時咧，亦都係大乘嘅見解啦，或者係呢個學術呢個學術上面嘅一個歸屬。咁係呢個時期咧，有一啲卓越嘅大乘論師啦，佢哋思想上咧係雖然係依循咧係中觀啦、唯識啦，或者中觀瑜伽行派嘅學説啦，咁都係喺佢哋嘅修行嘅實踐上面咧，已經開始咧遵從一種密教嘅儀軌。咁喺大乘佛教啦，朝向密教嘅思想咧嘅演進咧嘅軌跡係點樣嘅咧？咁其實咧到目前為止咧，就都冇辦法好明確咁樣去勾勒出嚟。咁喺密教嘅特色咧，唔單止咧係喺大乘佛教嘅思想發展，咁亦都可以講咧係大乘嘅見解或者佢嘅學説咧，係強調啦，係具有咧神秘嘅傾向，同埋咧需要去做禮拜啊嘅一啲要素，係有咁樣嘅一種實踐嘅體現。咁係一個大乘體系啊嘅實踐體系嘅體現嚟。咁就係密教嘅思想。咁喺呢個角度嚟講咧，咁我哋講呢個大毗盧遮那成佛神變續裏邊咧，或者係金剛頂經咧，喺密教歷史上面嚟講咧，係畫上一個好重要嘅意義。譬如講咧喺日本咧，佢哋會特別咧就係重視呢兩部經，就係大毗盧遮那成佛神變續同埋金剛頂經。佢哋咧就會一般講有兩種嘅兩個經典啦。咁喺日本咧，
有啲學者咧就將呢兩部經就係大毗盧遮那成佛神變續同埋金剛頂經，佢哋認為咧就係密教咧係稱為純密啊，就係純正嘅密教。咁所謂純正咧係指相對於之前嘅一啲有非組織性嘅斷片式嘅密教，譬如講譬如話念呢一個咒啦，或者念嗰個咒啦，咁就比較片段式嘅，咁就冇咁有組織性。咁所以呢兩部大毗盧遮那佛成佛神變續同埋金剛頂經咧，就係所以相對咧就屬於純密啦，比較純正。咁但係咧，另外有啲體系咧就有唔同嘅分法。咁譬如咁，所以咧佢就有純密同埋雜密嘅分別啦。咁而喺另外喺印度咧，咁佢哋分類密教咧有唔同嘅分類方法。咁譬如話喺西藏咧就會有叫做四部續典嘅講法。咁相對於日本嘅分類法嚟講咧，咁日本咧係冇呢一種嘅分類方法。咁如果對應嚟講咧，喺西藏、日本所謂嘅雜密咧，就係相當於西藏講嘅氏族啦，就係日本嘅雜密咧，就係四部密族當中嘅氏族啦。咁再講大毗盧遮那成佛神變續當中咧，呢部續典咧就歸入為去行續啦。再講咧就係金剛頂經咧就被歸入為瑜伽續啦。咁就係頭先有提過啦，日本咧亦都好重視呢部金剛頂經。咁之後咧，後來咧就出現咗金剛頂經嘅系統啦。咁就密教經典咧就被稱為咧無上瑜伽續啦。咁呢個就係西藏嘅分類法同埋日本嘅分類法嘅差異咯。咁所以總之咧喺日本同埋印度或者西藏嘅密教嘅經典分類方法咧，咁佢哋主要咧都係依據咧內容嚟到去劃分嘅。當然其中咧係包含咗一啲重要性或者係有一啲價值嘅判斷啦。咁另外一方面咧，如果從佢嘅歷史，從佢嘅經典嘅成立嘅歷史嘅順序嚟講咧，咁有啲學者咧就將日本學者咧就將密教咧就會分中期密教啦、初期密教同埋後期密教咁樣分。咁就將大毗盧遮那成佛神變續啦，或者叫做大日經咧，咁呢個嘅密教咧就稱為咧係中期嘅密教。咁比呢一兩部典籍之前嘅話咧就叫做初期密教。咁而喺呢兩部經續之後嘅話咧就會稱為後期嘅密教。咁咧就係咁樣分類咧，亦都係可以。咁就分成中期密教啦、初期密教同埋後期密教。咁呢個就係日本嘅一個分類嘅方法。咁而藏地嘅傳統咧嘅密族咧，亦都有好多嘅分類方式。咁從兩類咧分為咧，同埋七類種種唔同嘅分法。
咁最多咧有7類，咁最少咧係2類。咁最通行咧嘅分類嘅講法就係四部民族嘅分類。咁而喺呢一個分類方法咧，喺藏地嚟講係流傳最廣嘅。咁但係特別喺西藏嘅寧瑪派所主張嘅9成次第嘅分類方式咧，係有唔同嘅。咁就有分為咧新譯派嘅密族咧，分為士部啦、行部同埋瑜伽部3類。咁除咗之外咧，除咗寧瑪派之外咧，所以嘉舉、薩迦、格魯咧，都係將密族分為4部密族嘅。咁所以依據出自於起金剛釋族嘅金剛木咧，就有提到咧，為下根者講氏族啦，為上根者講行族啦，為在上根嘅眾生嚟講咧，係講瑜伽族。咁為最上根者咧，就係講無上瑜伽族。咁咧就係有呢個分類嘅理由咧，就喺起金剛同埋勝樂金剛嘅共同釋族當中嘅合會族當中有講到咧。咁就有提到咧，少咧是執手二相抱，咁有4種。咁然後講到係如蟲嘅方式安住於4族。咁譬如講格魯派咧，將密族分為4部嘅主要理由咧，因為以貪欲為盜用咧，有4種唔同嘅類型。咁呢個係格魯派認為咧，密族咧分為4部嘅理由，就係以貪欲為盜用嘅緣故咧，咁樣去分成4部。咁而薩迦派喺呢個基礎上面講咧，主張4部密族嘅分類嘅理由咧，就係氏族咧係冇自生本尊。咁行族咧雖然係有自生本尊，咁但係就冇迎請智慧尊咧去融入。咁瑜伽族咧雖然係有自生本尊咧，亦都有智慧本尊，兩者融入啦。咁但係咧就要祈請咧智慧尊咧係離去。咁而無上瑜伽族咧有自生本尊，亦都有自生尊嘅智慧尊咧，係唔需要請智慧尊離開嘅。咁從呢個角度嚟講咧，就分成4部密族嘅。咁另外有密族嘅4部嘅分法咧，就係有講法咧，就係無上瑜伽族咧係對應於首陀羅種姓啦，瑜伽族咧係對應剎帝利種姓啦，行族咧對應吠舍種姓，氏族咧係對應婆羅門種姓。咁4種姓咧係對應於4部密族。咁亦都有一種講法咧，就係為咗調伏貪欲者咧、貪欲重者咧而去講呢個無上瑜伽族，為咗調伏瞋心重者咧而去講呢個行族嘅。咁而調伏愚痴重者咧而去講氏族嘅。咁都係為咗調伏三毒而去講咧瑜伽族嘅。咁所以咁一般嚟講係咁但係宗喀巴大師咧就認為呢個講法係冇定論嘅，咁同埋有啲駁斥嘅。咁4部密族嘅根本次第咧係金剛木裏邊有講咧，就係有講為下根者而去講氏族啦，為上根者而去講行族啦。咁普遍喺藏地嚟講咧，認為咧最低係氏族，最高係無上瑜伽族。應該4部嘅密族嚟講咧，個次第修學咧係非常之重要。
咁喺起金剛族當中有講過咧，係支繡次第係開始咧係收起金剛。咁係呢場咧三成啦、四宗啦、四部密族啦、道次第修學嘅重要性。咁宗喀巴大師喺正道歌嘅善緣族當中有講到，未達下三部密族道理咧，縱然認定無上瑜伽族啦為一切族部中咧最殊勝，如此善見咧僅成空言。所以係中道次第廣論裏邊嘅章節有講到咧，若果唔細知道下三部族咧有點樣嘅差別咧，就唔能夠了知到上部嘅道嘅唔同嘅特點啦。之前咧就有學習過啲咁嘅內容。我哋嘅無上瑜伽族，佢嘅基礎係咩咧？佢嘅基礎就係事部行族同埋氏族行族同埋瑜伽族。咁就係有呢個基礎咧，先至有可能，先至可以去到無上瑜伽族嘅。咁如果一次過咧，佢跳過去，直接去修無上瑜伽族咧，咁係會有困難嘅喺修持上面。所以咧呢度咧就有講到啦，喺宗喀巴大師嘅正道歌裏邊咧有提到咧，未達到下三部嘅密族咧，而去直接去修持嘅無上瑜伽族嘅話咧，係係成為空言嘅意思。好，大家先共茶。咁所以咧，我哋要學習比較高深嘅內容之前咧，必須要咧係之前有一個好好嘅基礎。我覺得咧係修學密法咧非常之重要。譬如話我哋奉茶嘅時候咧，有咁樣講：是行瑜伽四部族，本師親口所宣說，外來物資尊重前，恭敬獻上此供養。咁我哋一般咧就會
근데 유디시가 참아서는 아직 아주 베베기 녹수의 제비는 저 아기 때문에 용수소 차상하지 저기 어마로 근데 인도산에 동체 동체 신부 시비지 하대요. 데 동체 신부 시비지 하대요. 버데 아주 사메기다 캐만난 거하대 개심 부스도가 라버도 주기 남낭wen 장도 부지미나 所以咧，깨만나무 까담벨라마 공마티지 시비지기다 개심 부지체 所以講到咧，남낭wen 장講 왕도 到呢個 야래光把출력 後族嘅大比魯遮那成佛神變族咧，咁係我哋係過去咧係對於加當派嘅祖師咧，如果要佢獲得呢一個族嘅灌頂咧，係非常之渴求迫切啊！有呢個咁嘅歷史記載。咁同樣咧喺呢部族典嚟講咧，喺全世界角度嚟講咧，譬如話喺早期嘅中國，後來嘅日本地方咧，都被視為咧密咒密乘裏邊咧最重要嘅典籍。好似前面有提到日本嘅學者咧有講，雖然律藏同埋經藏咧都有提到好多嘅陀羅尼嘅咒語咧，咁但係呢啲咧都係只係咧要去息災啊、熄滅災難或者祈福咁一啲一般共同嘅悉地係咁要去到殊勝嘅悉地咧，就係成佛之道咧，即係完整嘅密咒典籍咧，咁就係認為咧就頭先講呢兩部大毗盧遮那成佛神變族啦，同埋金剛頂族，咁呢兩者咧，咁就喺佛教嘅整體以至密咒嘅教法整體角度嚟講咧。咁呢部嘅大毗盧遮那成佛神變族咧非常之重要，所以我覺得要可以維護呢一個傳承咧，金剛家具嘅傳承嘅法寶咧就更加豐富。咁呢個係對教法嘅承事咧更能夠切中要點啊！咁所以咧係非常之大嘅利益。咁所以加齊寧波斯今次喺呢個家具奇緣嘅法會上面咧，為所有嘅僧眾啦去寄俾呢一個灌頂咧，係非常之殊勝啊！所以希望咧，對於呢個金剛頂族嘅，可以之後咧有機會去俾呢一個灌頂，係首先就俾一個大毗盧遮那成佛神變族嘅灌頂。如果之後有機會去俾呢一個金剛頂族嘅灌頂咧，係更加圓滿啊！咁啊，總之咧，之前我哋有簡單講到，有提到咧，密教咧分成初期啦、中期同埋後期咯。的而且確係有咁嘅分類嘅方法。譬如話初期密教或者中期密教，咁去分嘅話咧，譬如話初期密教或者中期密教呢兩者咧，做一個譬如話初期密教咧，一開始有譬如話雜密啦，就係針對唔同嘅人咧，就有各種各樣嘅咒語啦。咁中期就係講就有呢個譬如話大日經啊呢啲出現，咁而將呢兩者歸納嘅話咧，就可以講為初期嘅密教咧，通常係遵循於釋迦牟尼佛去講法嘅形式，譬如話
大孔雀明王嘅咒語啊。咁呢啲咒語嘅主要嘅目的係啲咩咧？咁其實係為咗獲得現世嘅利益為目的嘅。咁呢啲就係所講嘅共同成就。譬如要消除毒害，就要念大孔雀明王咒啊。譬如有修行嘅人咧，俾蛇咬到嘅，俾蛇毒咧，咁就要去除呢個毒咧，就要念呢一個大孔雀明王嘅密咒去解毒。咁主要咧初期嘅密乘咧，就係為咗呢一個現世嘅利益嘅目的，或者係以禮拜儀式，即係啲儀軌為目的嘅而去修持。咁雖然已經出現咗曼陀羅啦、印契啦、真言啦，同埋一啲觀修方法元素出現，咁但係相互之間嘅關聯性咧，就冇受到重視啦，就會認為咧曼陀羅就係曼陀羅，印契就係印契，係分開嘅。咁喺初期密教啦，譬如都有曼陀羅或者壇城曼陀羅，咁而當時都只係一個啱啱開始剛剛形成嘅時候。咁到中期嘅密教啦，譬如話就係大毗盧遮那佛神變續同埋金剛頂經啦，就係中期嘅密教啦。中就係講毗盧遮那如來咧係成為教主啊，佢就係成佛最終嘅目標。咁所以喺呢兩部嘅中期密教經典裏邊咧，就已經開始展現咗大乘思想同埋密教嘅功能嘅密切融合。咁此外咧，就係喺行法方面咧，就重視身口意三密嘅相應。咁所以將就照咗一定嘅理念咧，編入咗去曼陀羅嘅組織當中。咁中期密教咧就係開始咧就以成佛為最終目標，就係中期密教就開始出現。咁亦都有講咧，有講一個藥師佛嘅經典咧，係屬於顯教啦、密教啦，有一個咁樣嘅疑惑嘅，點樣？咁喺過去嚟講咧，喺藏傳嘅大師咧，因為佢哋嘅見解太過豐富，因為密乘咧有好多唔同嘅分類法，所以要講清楚。咁呢一個儀軌係屬於係顯教定係密續咧？咁係好難分嘅。咁而以日本嘅學者嘅分類方法去講嘅話，就可能比較容易去講。咁從日本嘅學者嚟講咧，就係好似講大乘經典咧，佢有好多嘅咒語，咁或者唔單止係呢啲嘅咒語，唔單止係大乘，係小乘咧，喺南傳嘅典籍裏邊咧都有好多咒語。咁從日本嘅分類方法咧，咁呢啲屬於雜密嘅咧。日本學者咧認為呢啲雜密咧，其實就冇好完整咁去講到啦成佛嘅終極目標，所以就到中期嘅密教咧，先至去清楚去講到咧，譬如毗盧遮那
比那遮那佛咧就係教主，咁而成佛咧係先至係最終極嘅目標，我哋。所以咧，雜物同埋純物嘅分別咧，亦都係好好嘅一個分類方法。所以而家咧就去休息30分鐘。睇下嚟啊，當然就啲嚟，卡數嚟。接落嚟咧，他的培育難點嘅送卷嚟啊，講嘅係比較佛教嘅傳統嘅講法。密族咧分為四部密族，咁就講到四部密族當中嘅行族。大毗盧遮那成佛神別族咧，係屬於密族當中嘅行族。但係點解呢部族咧係屬於行族咧？喺總集智慧金剛中講到咧，其實實行啦、成就啦、實修啦，係廣泛多元嘅事業嘅民族當中咧，提到咧手印同埋觀想咧係屬於行族。譬如頭先有提到，好注重咧清潔啊，行族咧係需要好乾淨。咁喺氏族咧有提到咧，要好精進嘅修持，即係好多手印同埋觀想。咁喺外在嘅作為上面咧，係相應於咧係氏族。咁內在嘅心嘅三摩地咧，係相應於瑜伽族嘅修持。咁所以咧，佢稱為咧係行族。咁要去講行族事例咧，一個最重要嘅典籍咧，就係大毗盧遮那成佛神變族咧。除咗呢一部族之外咧，仲有邊一部嘅可以認為係行族嘅典籍咧？仲有咩嘢係可以屬於行族嘅典籍咧？就係金剛手灌頂族啦。咁同時咧，喺行族咧又分3個部族，就係如來部、蓮花部同埋金剛部。咁其中咧係如來部嘅族典咧，就係大毗盧遮那成佛神變族。咁呢個藏文裏邊係有嘅。咁喺蓮花部嘅族典咧，就冇去譯入去藏地啦。咁頭先啱提到嘅金剛手灌頂族咧，就係金剛部嘅族典啦。咁喺藏傳佛教係行族當中嘅蓮花部係冇譯到嘅。咁而如來部咧就係神變族啦。咁而金剛部咧就係屬於金剛手灌頂族。咁喺布敦仁波切咧有講到，係認為行族咧係有更多嘅。佢咧喺佢嘅著作當中咧有9部純正嘅行族啦，係包括咧文殊根本族啦、獨用成就啦、光明天女儀軌啦、不動明王儀軌啦、調伏部多族。咁又講到調伏部多族咧嘅灌頂嘅收錄裏邊咧，喺第9世法王噶瑪巴咧，喺佢嘅一支傳解嘅隨許集當中咧，喺噶瑪家舉嘅傳承咧係有呢個族嘅行族嘅講法。
但但第一个的这个举行的关系来是蛮不朽木啊，所以咧，說的南南我家下的個話，南南我家就是係喺呢個我南邊南這些我們查啊，的個一位薩迦是派嘅學者去講，現在嘅到底我會嘅寫就出嘅南就係要南直接開始咧，係自身本尊而這些的話，形成但係第一個南南形成我智慧尊家融入，舉神南大都南南就係我屬於家的的。行族。到底往會嘅我是了，就是那加拿大了呀，多數的話，嘛都舉神個這地方嘛，別個拿落來呀。那不就不新嘅了，新都嘅到底往會嘅我是了，就所以叫做大日第一個經。人送多，現在大舉神呢這個東多神呢，這第一個理解嘅價位的，他都把都年算重要嘛，而呢呀，總之有部南南我講嘅，南條咁嘅科學嘅，就冇揾到咧佢嘅梵文原典嘅。咁呢一部典籍咧，佢有部分嘅內容咧，咁有經由其他嘅典籍論著當中咧有引用嘅。咁喺嗰啲引文當中咧，可以見到佢嘅大概。咁據記載咧，喺開元12年啦，724年咧，就係有一位叫一行嘅法師咧，擔任咗不受。咁另外有一位咧叫做善無畏咧，將佢譯為漢文，就叫做善無畏，將佢咧就呢一部大毗盧遮那成佛變續咧，全名為大毗盧遮那現證圓滿菩提示現神變加持廣大經王咧，佢譯嘅一個漢文。咁佢原本咧係被認為7世紀末有個印度嘅無行嘅僧人咧，叫做無行嘅僧人嘅一個遺物嚟嘅。呢一部漢文當中嘅大毗盧遮那成佛神變續咧，全經咧就總共有7卷嘅。咁前面6卷咧，31品咧係中心嘅經典，咁之後7卷咧嘅當中嘅5品咧係附屬於其中嘅一啲供養法。咁而喺藏譯本咧係9世紀嘅赤松德贊時期咧，係有一位印度嘅堪布咧叫做斯里蘭達菩提咧，咁係主要教譯嘅教譯師咧就叫做班德巴去翻譯同埋校定。咁所以呢部神變續咧有根本續同埋後續2部。咁所以咧，而根本續咧就叫做大毗盧遮那成佛神變續啦。咁有25同埋26品。後續咧密咒最勝次第分咧就有7品。咁關於呢一部續嘅宣說嘅方式咧，就依據普敦仁波切所著嘅續部總義當中講到咧，大毗盧遮那以報身相咧喺密嚴薩土去宣說大乘法，咁以毗盧遮那化身相咧喺須彌山頂咧示現為色身宣講密咒，咁以毗盧遮那化身嘅釋迦牟尼相咧喺靈鷲山咧宣說顯宗嘅經典等等嘅法律。咁請法嘅係邊位咧？主要係金剛手菩薩去為首咧，去祈請呢一個法，咁就向毗盧遮那佛咧去點樣可以生起菩提心啦，同埋問點樣乜嘢係菩提心咧？咁就係當中呢部續所講到。
咁所以頭先有講它的到有語氣們的別前來族同埋的後族。它的流傳嘛都買不來馬到別咁個喺布敦語氣嘛仁波切佢有講了呀，提到咧，你車馬的是，卡是喺現南傳版本南文章嚟講咧，卡是就拿落來呀，語氣咩個農場下卡寫係的，後族咧係它的未完整嘅。別個到句下邊咁現傳版本係語只係氣咩個見到拿落來買的不得了。一部分。咁係因為注釋當中咧引咗好多後族嘅經文咧，係喺藏譯本當中係冇呢一部分嘅內容，所以係唔完整。但其實上普通人不去具體去哪麼拿落來啊呢？卡說不得，所以咧頭先講到呢位布敦大師咧，喺佢嘅逐步總義當中有提到。有一段咁嘅內容，咁就係認為佢唔完整嘅原因咧，就係有位叫佛密嘅大師咧，佢所著嘅注釋引用嘅咧後續嘅經文，喺藏譯本當中咧係冇呢啲內容，所以咧就佛密大師就認為咧後續咧係唔完整。假嘅拿落嚟呀，樣佢哋啲少嘅，但係假嘅拿落嚟呀，佢哋喺漢譯本裏邊咧，就是阿瑪羅啲得，佢說，他給講說那些嘅，旁部，旁部阿瑪出啲，但就是阿瑪羅啲下嚟嘅，但旁部斷不得嚟呀，兩個呀嘅輸贏吧。比對一下漢譯本同埋藏譯本咧，漢漢譯本嘅前6卷咧，藏譯本咧係7卷29品。咁好多嘅學者認為咧，漢譯本咧第7卷咧係供養法，咁係由善無畏本人所撰寫。咁喺藏譯本當中嘅對應嘅第7卷嘅部分咧，係收入咗去單之語，咁就加入咗其他人嘅名。咁喺大毗盧遮那成分神變族當中咧，佢嘅第1卷當中嘅入真圓門住心品當中咧，呢個係中文嘅譯本咧，叫做入真圓門住心品，但我唔知道藏文係咪就係叫呢一個名啦。咁係呢度有提到咧，係點樣去生起菩提心嘅啲見解，總之係好重要嘅其中一品咧。之後咧，第2品後來咧有一啲內容咧係講曼陀羅啊、印契啊、真言等等嘅修道嘅層面。咁係呢個第1卷入真圓門住心品，就係講到咧，就係因為透過金剛手秘密主咧，向毗盧遮那如來咧提問，咁去展述咗好多嘅理論同埋修持嘅方法咧，講到咧菩提心為因，大悲為根本，方便為究竟啦。咁呢3句咧構成咗呢一品嘅核心，就話咧喺大毗盧遮那成分神變族嘅由來，就係以呢3句最著名啦，就成為咗呢一品嘅核心，就係菩提心為因，大悲為根本，方便為究竟。咁所以呢部大毗盧遮那成佛神變族嘅由來咧，咁關於呢一部族典嘅成立咧，有當代好多學者咧認為咧喺呢個之前咧已經存在好多部嘅先驅嘅經典，比如講咧
翻譯成漢文嘅經典咧，咁喺呢個之前咧就已經有陀羅尼集經，就係叫一字佛頂論王經、蘇悉地經、蘇婆夫童子經，咁都有提及到。咁另外咧喺藏譯本當中咧，就有保存咗金剛手灌頂續、金剛吹缽陀羅尼等咧，咁呢啲都被認為咧係大毗盧遮那佛神變續成立咧，係提供咗好多唔少嘅素材。先講到嘅一啲經典咧，對於大毗盧遮那聖法神變續嘅成立咧，提供咗好多嘅素材啦。呢一個定論咧，認為大毗盧遮那聖法神變續咧係成立喺7世紀中葉左右嘅，所以咧，我哋會講到咧，玄奘大師當時咧，因為玄奘大師就係喺7世紀中葉咧，喺公元645年之前咧，佢遊歷過印度，同埋撰寫咗《大唐西域記》啦，並冇咧去講到關於密教記載。但係喺685年左右咧，有另外一位遊歷到印度嘅大師叫疑淨咧，咁佢喺佢嘅報告當中咧提到咧，近文真言教法隨國普及，咁喺佢嘅記載度咧有提到，對於真言嘅教法咧喺印度嘅呢個時候咧係非常普及嘅已經。就係疑淨大師嘅。咁另外咧就有一位叫做無行嘅大師啦，佢7世紀末咧就得到咗呢個大毗盧遮那聖法神變續嘅梵文原典咧。咁啊，就係佢去考察咧，咁就認為咧，大概就係喺7世紀末，就係咧呢個時候咧就推定咧係成立於7世紀中葉。所以咧，玄奘大師咧，可能咧，玄奘大師咧可能冇對佛教咧感興趣，所以冇做一個記錄。總之咧，有咁樣嘅中間嘅時期，就認為咧呢部神變續咧就係推定為喺7世紀中葉去成立嘅。咁由於咧玄奘大師咧冇記錄到冇呢一個續典咧嘅原因，就係因為咧佢對密教係唔感到興趣，所以冇記錄。咁就換句話講咧，就呢一部神變續咧，可能咧喺呢個成立嘅時間係再做一啲啦。咁但係只不過係冇記錄落嚟。但係定論咧就認為咧，就係成立於7世紀中葉啦。咁呢一部典籍係編撰嘅地點咧，有好多唔同嘅講法。咁有包括咧就係印度那蘭陀啦，西印度嘅拉塔地方啦，或者係南印度啦，或者係阿富汗。
嘅叫做有個地方叫做卡比沙嘅地方咧，咁或者北印度嘅講法咧，咁但係咧有邊一個講法咧係冇確鑿嘅證據。咁當時咧，佢教嘅教學嘅中心咧就係喺那蘭圖，咁所以咧呢一部族典咧係喺中印度那蘭圖編撰咧就比較成立，咁或者咧喺西印度地區成立咧嘅可能性比較高，咁可能就係推測為大概8世紀初就呢部神變族咧就已經傳播到去西北部嘅印度，就係呢個時候嘅勢力強大嘅拉茲普特咧，就係喺呢個地方嘅部族咧嘅民族之間，咁就係喺印度嘅西北部啦。咁就係呢部神變族咧就已經傳播到去西北部嘅印度，就係喺8世紀初嘅時候。咁另外咧，中國同埋日本嘅傳統講法認為咧，呢部神變族咧，佢就有廣本同埋略本兩種語言嘅講法。咁而家現存嘅漢譯本咧同埋藏譯本咧，認為咧係從咧廣本抄錄出嚟嘅略本，咁就認為咧就有一個廣本，咁就係有10萬頌呢個廣本，10萬頌同埋300卷。咁喺呢個廣本當中抄錄出嚟咧，就係叫做略本。咁呢個講法咧，亦都係有依據。咁喺唐代咧，有位法師叫做一行法師咧，佢所著嘅《大日經疏》咧，喺佢嘅第一卷當中咧有提及到，係日本密宗好出名嘅大師叫做空海大師咧。佢咧亦都係受到唐代嘅一行法師嘅影響啦，咁就開始著大日經嘅開題，就係呢個大毗盧遮那成分神別續咧，或者大日經開題當中記載咧，除咗廣略兩本之外咧，仲有第3種嘅版本。之前有提到咧，有一個廣本，咁但係而家嘅好多學者咧，一般都認為咧，廣本咧，有提到咧，可能冇廣本嘅存在，所以咧，佢哋就會認為呢個廣本嘅講法咧，其實係信仰上嘅一個產物。咁有一啲學者認為，都考慮到以前咧去附屬於呢個大毗盧遮那成分神別續有多種嘅供養法啦、成就法啦，以至先驅嘅經典，內容方面咧係好豐富。咁換個話講咧，呢部族咧就係好多唔同嘅典籍咧，去歸納為嘅一部族典。所以廣本係咪真係存在咧，就唔一定係被駁斥啦。咁所以通常講到大毗盧遮那成分神別續嘅時候咧，就係指現存嘅略本。咁咧就所以呢部神變族嘅注釋書喺漢地咧就有善無畏所講嘅，同埋咧由一行法師去記錄整理成嘅大日經疏。
这几些，大日当然是經所咧，日炎的温故下唯一个些，嘅那后边你给他起诉下漢譯去，可能嘅就版本咧可能你修这个切下边，係啷啷个總共有讲一些下去，20卷，这是用的，之後咧这了旁都边有兩出现了，位叫做智嚴同埋温故咧，这里但下係對於边了呀，呢一部經所咧上海去人的这進行咗个，校訂上海人的版本啊，这叫做做，《大日这經把俺们的意識》，做的是好的，有14卷。养那么的个日语出的三小的，可能这咁喺日个上海人们那本个多。可能嘅这个密宗行者咧，这把起问题，他係以疏為主。日炎的温故下，咁而天台宗嘅行这把者咧，起问题做主要小起好以的，旁边猪皮切的做小起好的是。就但我係是偏见智套的呀，嚴同埋温故他的佢哋下下边嘛，為主嘅。他的推入街边个那了，那边三间咁密三面在下边宗咧行者咧以呢，大日經疏為主，而天台宗行者咧以那不当中我大日们长經意識為有主。点下去。咁咁另一方面咧，係8世紀嘅佛物咧，撰寫咗攝義同埋廣釋兩種注釋書，咁亦都係譯成咗為藏文嘅。这样呢，上老百姓给上面这边一把了，就这样没对不起，真的是要着。但送报的，但就这样没把它看些个头发，把这点头发都就也上给上面这样嘛子这样。送报的，那么当这个这把时间，總之啦，喺第一個，那麼藏文當這個裏邊咧有這把兩部，三角，但第一個就這樣個拿了卡的送了啥呢？就係第那麼當三、這我們第四。長就有一清這是，有一清這是的，但這樣，不是，他說，但這嘛就這吧，他不是這麼是，其實學大了，其實大聽嘛不切是吧？那其實我老早學那邊一樣，學大在你拿下不去也不起來，是吧？但是呢，他的南南文上加给他的就下吧，的他标给他的就下吧，听你不如了呀，就刺激个人的，留有个人全部咁看不喺下來。呢一部嘅當然是加卷籍拿大《大日經》加拿大裏邊咧，的書那邊這把當上給上面在下邊這把，地主拿了呀，農場下邊嘅南南文上嘅，咁係刺激出來呢啊。各種嘅排列方面咧係有啲差異。咁頭先提到嘅一啲注解，大日經疏或者係大日經意識咧，就係喺呢個大毗盧遮那成品神變族嘅注釋書，都會發現咧係有一啲細微嘅一啲唔可以忽視嘅差異。咁如果從裏邊去講咧，咁呢部神變族係從最開始編撰咧，係經歷過好多嘅校訂。那說他第一個呢，就當南南文上嘅語從知道，提出過都有虛實性。但係呢，想唔了，如果咁樣咁上嘅出嚟，南南文上看到虛的虛偽的。大日經嘅成立同埋譯本。那幫啲推送看不到，但係咁樣不是說，那麼他的幾個也不提出拿落嚟啊。呢部神變族點樣去傳到去我哋嘅阿麥家具嘅經過咧？咁就係從第一世咁阿巴到仲健巴咧，同埋咁阿北斯嘅記載當中，就冇聽佢哋講到呢一個大毗盧遮那成個神變族嘅記載。咁但係喺第三世咁阿巴隆中道之咧，佢嘅偈頌嘅當中自傳當中有講啦，為圓滿嘅吉祥烏占巴係發嘅密意咧，就喺佢喺善知識觀吉頓珠前面咧聽咗呢一個時輪啦嘅。他的人就多是让他们吃见面拿落来呀，
zugu namna yundu chawa sung yu tele zugu cheche yaje namna wenjang se marje tene ya yundu chawa cheche ane surdu je ne tene sungduwa chezang jidang nam yun namna yundu chawa seje yorwa namna yundu chawa seje yore jabe gyudru chawa da namna gyudru chawa da dosim gyudru chawa sheche gyudru chawa sum tse sungduwa cheza ranju doji ga rangnam nalor sung shabe ge namna gyudru chawa sa de yongzha ga namna gyudru chawa de la kwaya yin da sidu chunjung ge dawa chushi chewe nalor sungpa nanshin namna sa de namna ngunja la kwaya yin bachi gyudru chawa sa de yang ko gyudru chawa jikbo la kwaya yin da de seba chik 가서 이제 처음인도와 이내야 계시 스스로 뭐지기 어떤 나와 출시치면 수번은 신기 안에 다다 주구 남나 유주 차와 수아 그 남나 원상 都係 이미나 喺 안에 정중도지 그 남나 원상 세야지 按照司徒仁波안에切講咧，臨終多謝咧 감상리야 남나 원상 係有 통화를 타야 돼聽過呢一좀部《大比 최신의 路遮那神變族》。정중도지 타야지 이제 咁 소리 最 좀 初點樣 소리 去傳入去 다들 加密家具 그래서 嘅傳承咧？咁 남나 大概咧 원상 就係喺第三世減碼巴 더지 臨終多謝嘅時候啦。원룸 명아 유바 그것도 다 카세슈르도 가라사라 까만 뭐 주보 통화된 얘기 까버리 주무래 까만 뭐 주보 통화된 얘기 부된 걸로 막 다세 버린 제 남게서 걸로 關於呢個 실로 灌頂咧， 제라밤 更 안에 加 나와 清 배 楚有 디군두네 記 안에 載咧，就 남랑 係 원장 第六世減碼巴通一 안에 頓 그 釘咧， 얘기 남랑 원장 佢 유바 跟 나서 隨 타와든지 차리고와 布敦大師有一 대야 位 되네 다다 그 유신딩 남 나와 주시 치메기 나로 통화된 叫 얘기 做 남다르 텔리아 고 세버티어리 가르송 알았잖아 啊 나와 베르 보체레스 就 안저 係 졸로 一個 리뷰 英明 나 嘅 배쇼 리뷰 금숨 남게 聲明同埋英明嘅 다 老 도링 師叫做 남남 並 원장 稱冧 세제 焦咧， 다다 망부치 스테베기 된제게다 就係布 리뷰 敦 송도와 大師嘅弟子， 다나 이제 대점도 마스베 급 뒤뒤 안에 까먹고야 咁就係叫做 아 쇼망부 주세네 준치 체베기 咁就係叫做大瓦巴佢度咯，係聽聞咗呢一部嘅 안에 大比路遮那 통화된데 成個神變族嘅， 베베급이야 다 喺 캐나스 佢 진짜다 就呢位大瓦巴就係亂吉祥嗰度咧，就係聽聞咗呢一部嘅神變族。咁而呢個時候咧就獨立嘅傳承就開始喺金馬家具咧開始蹦揚開嚟。 콜로 돈베 그 주답다 돈벌 위기 그 주답다 도시내 좀 주답라 서와 간다 有位眾咧咪車就問 초가 망부지 點解要咁樣做咧？ 咁 도시내 咁 좀 眾咧咪車咧就說有講到咧，就有講到啦，有我嚟做佢呢個注解。 開始有紅觀音嘅儀軌啊、馬加勒啊呢啲嘅儀軌出現，或者係護法嘅一啲鼓啊、舞啊等等咧，就呢個時候。咁另外咧就係有一位係金剛界嘅壇城儀軌叫做善緣喜苑咧。 咁就係牧師，包括敦珠同埋象波聖波咧等等咧勸整而撰寫。總之，通話頓釘就係喺牧師係傳授咗俾咧國師包咗敦珠同埋賓九娃象波聖波。 咁但係點樣知道呢一個段嘅傳承咧？就係桑基黏巴加斯包珠咧，就係喺國師包咗頓珠咧，去聽聞呢一個大毗盧遮那成個神變族，咁就喺卡瓦巴米居多遮所著嘅桑傑連巴嘅傳記當中，大登馬佛咧，咁就係、登馬咧就係第一世桑傑連巴即係出生地。咁清楚記載咧，桑傑連巴咧就係從菩薩巴祖頓珠咧去受呢一個
咁米居杜姐咧，亦都係佢嘅喺佢上司桑吉林巴咧去聽聞呢啲密法嘅。咁雖然咧喺而且起源當中咧冇好明確記載，咁但係咧講到從桑吉林巴仁波切咧係去受呢個四部密族嘅主要壇城灌頂而成熟嘅。咁所以咧，咁金剛巴米居杜姐咧就係喺桑吉林巴桑吉林巴嗰度去聽受。咁咧第八世金剛巴米居杜姐亦都撰寫咗一部叫神變族嘅收供嘅壇城儀軌，叫做咧月日微笑。咁可能呢個唔係一個唯一嘅文本，但係可能係最早嘅一個。咁今次咧，國師嘉誠波切去授予呢一個大俾路支那成份神變族灌頂咧，係因為有過去嘅一啲因緣。咁當時咧，第六世法王東阿頓爹咧，係為國師巴祖頓珠咧去受呢一個神變族嘅灌頂嘅，所以今次國師咧就將呢個灌頂咧去傳俾桑基林巴仁波切。咁今次嘉誠波切去俾大家授予呢一個大俾路遮羅成份神變族咧，係從巴日譯師傳到去加當派，然後再從布敦嘅聲明同埋恩明嘅老師名稱林交咧，去傳到去夏魯派同埋薩迦派，然後咁去從耶斯在巴咁第二世長寺尾旺波，仲有圖丁尼瑪同埋扎公巴同埋丁巴瑞姐嘅格魯派上師傳承咧，去從長官仁波切咧就係喺長陽音節旺波佢度去聽聞。咁喺佢嘅傳記裏邊有記載到咧，咁佢嘅使者咧喺佢嘅寢室咧見到有一次咧見到仁波切好開心，咁就同佢講薩迦法王嚟到咧去請求我去俾呢一個族部嘅總責灌頂。咁咧起初我都冇答應嘅，咁仁波切非常堅持。咁前卡仁波切咧係因為持有呢一個灌頂嘅傳承，咁而家咧卡仁波切已經圓寂啦，所以除咗我之外咧就冇其他人有呢個傳承，所以最後我唔可以唔答應呢一個教法咧去供養俾薩迦法王。咁就係佢咧就係喺16世法王咧就法王咧就以大悲心咁樣拍住我嘅膊頭咧，仁波切到時將來咧薩迦法王會向你祈求呢一個族部嘅總責，到時咧你就唔好拒絕。咁我咧就會打算派幾位祖父咧去嚟到求法啦。咁呢個係咁仁波切即係總共仁波切咧就哇呢個真係一個授記嚟啦，法王俾我嘅授記。咁總之咧就有連續嘅3年咧，嘅仁波切咧咁咧就去咗薩迦法王嘅法營咧，喺印度嘅薩迦法營咧係有為期連續3年去傳授呢個族部嘅總責嘅灌頂。咁主要就係印度嘅 Raj 部
拉支部啊，就係薩迦法營，就係薩迦派嘅本營啦，所以好多嘅薩迦派嘅上師咧就嚟到去接呢一個法。記得係32屆嘅權法會咧，當時咧我哋應請薩迦法王咧嚟到我哋嘅祈願法會。當時咧薩迦法王咧16世法王噶瑪巴，佢咧16世法王病咗嘅時候咧，薩迦法王亦都有去探望。當時咧，薩迦法王咧都係啱啱領受咗呢個逐步總集，咁就向16世法王咧去講到，咁16世法王咧同薩迦法王就講呢個真係好好嘅一個元氣。咁總之喺逐步總集係有好多需要去補足嘅地方，咁要好咁去喺呢一個逐步總集咧係有咁樣嘅需要。咁所以今次透過國師嘉措仁波切俾我哋呢個叫做逐步總集咧，就係呢個神變族，我就覺得咧係國師嘉措仁波切圓滿咗16世法王嘅心願啊！今次我哋從國師嘉措仁波切就係喺薩迦派去接受呢個灌頂，咁然後我哋再喺國師嘉措仁波切就接受呢個灌頂咧，係非常殊勝。所以為咗我哋嘅佛教傳承啦，我哋希望嘉措仁波切咧可以長久住世。所以非常感恩嘉措仁波切，特別咧係去到薩迦法王去求受呢一個灌頂，咁然後喺嗰度好多年前咧就已經係圓滿咗呢一個法嘅修持。咁今次為咗呢個灌頂咧係一啲都冇耽誤呢個時間，咁提前咗1個星期嚟到菩提伽耶，所以大家有緣去接受呢個法嘅弟子咧，呢個唔係僥倖嘅一個因緣，係有好多嘅努力而去成就呢一個因緣，咁同埋符合咗16世法王噶瑪巴嘅心願嘅灌頂，包括係前行同埋正行嘅部分。所以請大家咧帶住一個信心同埋恭敬心咧去接受呢個灌頂。咁今日咧就講到。